平台天地，欢乐相遇，失血台场。实在有趣。前几期节目，我们平台天地啊，师生朗朗有的节目呢，带领着观众朋友啊，一道到了江苏的南京，哎呀，到了这个江阴，到了苏州，介绍这个几个地方的平台团体。那么今朝呢，我们要带观众朋友们一道去游游西湖。啊，我晓得这刘老师。今朝也是要为观众朋友们叫来在讲啥吃泥头。讲得对。浙江曲艺团坐落于享誉天堂之称的世界旅游城市杭州，是表演苏州评团的专业艺术团体，也是目前浙江省唯一的专业评弹团。自1959年成立至今，目前已有4代评弹演员工作于此。目前该团共有演员9名，平均年龄30岁。这些年轻化的演员每年承担长篇演出有1500多场，并多次在全国和省级的曲艺评弹汇演中摘金夺银。浙江曲艺团是一支有朝气有活力的评弹生力军。子良，刘老师，要讲到介绍浙江省评弹团了，我来想，顶端合适的应该是浙江省评弹团的团长陆家福。对。好，我们呢，再有请陆团长。有请陆团长。我的头3月年有三，但是年纪轻，早起做，实力强。那么今朝为你观众朋友们带来啥个节目呢？不够。因为我们是一支年轻的队伍。今朝呢，向我们广大的电视观众、平台听众来汇报演出。那么这个节目呢，主要是拿我们团里向青年演员介绍给了我们广大的平台爱好者。那么要振兴平台，首先要出人，而且一定要出新人。下面呢，先介绍我们团里向一对新人，王振华、胡云来。哦，侪是将门传承。对个，王振华呢是张君梅老师的学生子，胡云来呢是黄百英江门来的学生子。那么你这两家头呢，一个唱这样的，一个唱豫的。那么今朝呢，为大家来演唱一首单唱开篇《美作》。好，请大家一道来欣赏。情深归，代代相加，祝与美。相亲做好美，美若去如内里走，
来世相非错。两个人唱这样的调，都是正宗的。到底是张君梅、王八英刚刚来了自家出来的，谁是不一样？搿来是叫名师出家的。是呀，接下来呢，你再听王振华为大家唱一段白如如的《大西菜》。我娘娘我无英勇往黑色虚线，上昆仑大西菜。现在看个白西菜，能是能得来随风飘动。动手吧。白白林子飘雨飘，请去他许离分睡了谁家什么菜？开着林子能遇见，玉玉东家铁子来。许西喷人山，咱们的七星飞口弯刀来。我在此间乃是句。一把是非家，如同顷刻明真相，定如不肯再怒山。
举你四辈子努力之才，举为为父人的爹。娘娘口口爱女干，那么上水宫里向老水心安听见也，嘿，听得清清爽爽。一哄啊，一哄啊，一哄啊，哇哄啊！老水翁对起地来与娘鸡。水翁轻轻吹一口气，这口气吃得不能容，吃得一容了，附近的昆仑山山要发龙卷风。现在吃得灵芝北浪向，气气真好。但这件不被灵芝在那风里飘。八娘娘站在水中，忙着石头地我一放门，走去吧。姐姐妈妈是非去，归心是己之我明年我们再为大家介绍一位我们团里向的青年演员，唱张的，啥人？叫王仁。哦，你呢，在那中国苏州平台艺术节第3届上头，你荣获新人奖。上之后中气足。那么今朝为大家唱啥呢？忙芦苇。哎呀！白云飞不定，真是谁远才
老队长，陈老师，上面的小青年啊，两双长条倒抄的真是不错。还是蛮灵的。你叫啥个名字啊？叫王仁。王仁啊，我想叫张仁更加好。哪了？继承张辽呀。搿搭对。但是搞笑话，老队长，那么王仁是哪里个先生打的呢？王仁是苏州平台头司马徽老师的学生子。哦，是司马徽学生子。那么对不啦？我的蒋辽听过了，余辽听过了，张辽听过了，另外呢，侬还要推出啥个流派呢？以我们团里向的张文义为大家演唱戏的《开功臣》。下面呢，再请我们团里向顶线一位演员叫唐玉仪，为大家来唱两首记的《吹死》。
老队长，应该是听到上面几位议员吵啊，我就觉得蛮高兴。虽然伊拉年轻，但是看得出伊拉还是比较劳力的。应该讲呢，曾经得到过那个码头浪向锻炼。搿搭对个，搿个搭里到长期辣辣码头浪向一只长篇呢是分发开的。我们团里向个所定的制度呢，是激励、鼓励青年议员到码头浪向去多做长篇，通过做长篇来锻炼遇到各方面的专业技能。那么平台呢，虽然不是我们浙江的发源地，但是我们浙江省有很多广大的老听众，尤其是老县长陈云同志，那深圳呢经常到我们杭州来聆听平台，对我们平台呢也提出了很多的宝贵意见，特别希望这次青年议员呢每年演出的长篇，侪要达到250场左右。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来为平台事业做出我们的贡献。既然侬刚刚讲到了，那辣辣码头浪向了设长篇了，那么我们挨下来呢，想听听那这些青年议员伊拉设施的技能。好的，下面呢，请我们团里向一对青年议员为大家来表演一段小马丽君先头今日就餐。王府下午一个责任议员。为此也背带接党，忠良烈士。下午的男王府飞龙，也就是小马丽君，最进攻半家，从皇帝身边边他给球场处里向弄个线索。为此我球场留下来，小马丽君随到皇帝说：“球场年纪大噻，让你留到宫里向陪陪我吧。”皇帝一口答应，关在球场。从今朝开始，你留到坤宁宫里向陪皇后娘娘。现在皇帝办脱。宫里向水上球场，搭子小马丽君。啊，球场是，奴才在。你可记些，俺家女你在宫中呢，那是为了你所想呀。哎呦，这样讲起来，皇后娘娘弄我留了宫里向，实在是为子我啊，快点马匹拍上去。是，王后娘娘，您对奴才实在是太好了，真是有如奴才的再生父母。奴才只有誓死追随你娘娘千岁，誓死效忠你娘娘千岁。娘娘千岁，你有什么事只管叫奴才去做，奴才什么都能做。为了王后娘娘，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粉身碎骨，奴才万死不辞。飞龙对李嬷嬷，看呀还得阴天下，啥个上单睡了我后海了。是真是讲，我一时谁晓得？九昌啊，是王后娘娘。既然谁知嘛，俺家带一桩事情，要与你商议商议。哎，王后娘娘，您对奴才说话不要这么客气。什么商议？对奴才那只要叮嘱、关照、嘱咐。哎，不要这么客气，王后娘娘。哈，那。事体是这样的啦，是，我找不对啦，这2天已经不大通，那有可能是感冒了。哎呀，难过的嘞！哎，跟着我喊太医，还帮我看狗子。对，王后娘娘叫太医来看看。但是太医说啦，我的毛病就先天性的病。哦，对，有这么一种病，就是娘胎里面带出来的，看不到害的啦。哎，那太医肯定有办法。那么我听别人家说啦，是，有句我讲。吃啥补啥，对，王后娘娘有这么一句话：吃什么补什么。那么假使不头发汗嘛，那吃鼻子啊？你不头要汗？我鼻子好的。我看看你不头但确实不错。哎，你要支持。是。所以说跟你商量呀。哎，我看你不头来得个灵了，想跟你半只不头，最他吃得嗨了，再个半只。也细夸的，有这样种事体的，吃得嗨我要再个半只了呀。王后娘娘，您别看奴才这鼻子生在脸上好像没什么用，真正割他留下来带咬的，落去神头医院攀进去了呀，王后。九昌啊，是。你刚刚不是肯为我上单飞了我后悔的了吗？还是我现在见你做这个一点点的事体，你是也支持我噻？谢德官，刚刚的闲话够分正，得来自王玉娘娘。那么呢，
话给奴隶背走了。皇后娘娘都是奴才不好，奴才说大话惹恼了皇后娘娘，那奴才从今往后不说大话，只干实事。不说大话，那皇后娘娘有什么事，只管叫奴才去做，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粉身碎骨，奴才在所不辞。你也来着？哟，出来谁规的呀？是奴才不说了，不说了，哎，不说了。我写得到我还无意呀，上单在我后海了。九昌啊，是。哀家们，我与你打气呀。是，谢皇后娘娘，谢皇后娘娘。九昌，哎，你哀家宋日一讲，哎，你背了君王，做了东山恶事。我个绝无的棍棍，你背子皇帝做出东山恶事。再讲啊，讲起来我也是。皇后娘娘，奴才跟着万岁做的都是好事，从来没做过什么坏事。如果皇后娘娘听见别人说坏奴才什么，那都是他们冤枉奴才的。冤枉于你？对，你不讲，难道哀家谁不清楚吗？是。你不讲，难道哀家谁难有你？不得立刻记下哀家的礼还是。我现在那边多年满日军为啊结棍，也跟我半早个头最难想得出来。不过反讲啊，随便那行拉特里，皇后娘娘，真言，奴才实在是冤枉的呀！奴才什么坏事都没做过，都是他们冤枉奴才，说坏了奴才，就是打死奴才也没做过。还一张理嘴，这鸡蛋来塞了海，当上2分钟够，那么没海，今在水娘呢做个邮局。是上书遵旨。边浪向他给半夜上本单里向得出来一张布，布里向放一块竹板，像好皮子上一块，专门当耳光的，得过来。但是他给不够当，为啥么？举了开个啥人？内务府总管，现在讲起来，他给渔业公司的董事长，啥人够当的呀？当子人家要我不成功的呀。所以对王姨娘娘拉口。一人说王姨娘娘，你不够当的呀！你看不懂的，他该不够当，可能没啥。我见你自个当自个，就唱奴才在。你哀家司机张嘴啊，打得轻松打，张嘴很实。谢忙的就能想得出这样种办法，你要写字一声。俺讲我自个当自个当得轻，我要怂当啊！自个当自个当得容啊！没办法哇。是，皇后娘娘，奴才惹恼了皇后娘娘，奉皇后娘娘的旨意，自己掌嘴20，行刑开始。作为奴单是理想。1、2、20，皇后娘娘，掌嘴比。太清烈送大。是。1、2、20，掌嘴比。越发的清烈再送大。是。这他给也哭出来夸子，这样看上去，今朝我自个也当杀自个的哇。而且出觉得了自个当杀自个有样子生的呀，哥们呐，当嘛，再不讲我话也是一个。皇后娘娘不要再打了，奴才说就是了。我把你这个小小的奴才，为不与哀家松手家。是。老队长，上面呢，我就看到了我们浙江平台团轻议员的力量。哎，各观众朋友，我想晓得，阿拉浙江省平台团一些中坚力量议员的情况。今朝这期节目呢，主要是介绍我们浙江省出年头的青年议员，目的呢是推陈出新。那么提到中坚蛮强，昨天因为下面我来介绍一位我们
出年头国家一级医院升文军，正好来到上海以后，对这个地方呢还蛮关心，还蛮支持。那么后来呢，我请沈文军呢，大概来为大家来唱他两段。那么沈文军呢是朱良兴、谢正良、王伯英的学生子，首场唱这样的强调。所以呢，让中国书记平台艺术节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分别获得了金鹰奖，基本功相当扎实。那么最近呢，因为对打了演出。确实，码头上向蛮辛苦，对，喉咙呢有点哑，但是味道还是蛮好。我们请你来唱一段唱为小凤仙的戏曲《牛两两三分》。分一女戏不生。他是举起地外经，听来说的是余生音。我上的难把姑娘和凤小姐，非是我不肯来偷真心。话到口边，你付出疼，为王女两我两岁，分相思女，情多之理，天吹。公公我未能平时过来当送有名情，心碎与女人莫为否生人，终一段听能与机构离心，冥想那有时开，结扎都很多，好你郁闷心，你那东周往往是一路神，他飞身登基，一人保准一朝天下只有后阳生，他们年年今日，我身体下孤儿我，取你不平分为生，怕是怕追绿了风声，我奈特身。非是我不肯来偷真情，话到口边一副忠诚，为王女两我两岁，分今日里他们之最相了，有日记开个笑，内幕我两一人，狗儿我将其一人之意来加当，真群放过我从此领军机上，随后真分给出我怒火非是我不肯来偷真情，怕是怕真心我你家动心，狗儿我是话到口边一副忠诚，为王女
生，分公文外，红烛道民国人王送为敬，最是我不肯来投真情，我到口边不负忠诚，为望你奉媒，原谅我两生。陈老师啊，来了电台上向搿编采工作已经几十年了，对公园搿只开篇啊，一定相当熟悉。对，讲起公园这只开篇啊，应该讲欢喜平台的观众也比较熟悉的。当然，大家听得最多的，侪是朱伟珍老师用语调演唱的公园。那么，交关小朋友学的也基本上以朱伟珍老师这只版本呢，作为蓝本来学的。不错。当然了，你要再讲到早一点，像何武生先生、杨振元先生侪唱过公园，但是最多呢还是朱伟珍老师唱。那么，今朝㑚团里向是何里位女演员来演唱这只公园呢？今朝请一位先生为大家来演唱。先生来演唱？伊用男声来唱语调开篇啊？不是的，用江调为大家来演唱。西宫一人不花香，有酒距离深
羡慕把君